人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我阿朱姨啦。偷偷甲恁讲哦，阿朱姨，我啥物无，西客欠真济啦。今仔日要小解的词就是价钱爱用到的口字。口字汉字写做口字，罗马字写做科奥考，字而字考第2条，字第7条。我自少年就真骨力咧趁钱，较早我拢甲钱藏伫米甕仔内底，欠要正百万的时，煞互贼仔某规甕甲我摸去。好佳在60年代，银行一开始有寄钱的服务，我就紧趁的钱拢寄伫口座内底，安尼免惊碰见，阁会当生利息哦。咱若去银行办口座的时，爱查身份证、健保卡，还是驾照，阁有印仔，甲要行的头一条钱要寄钱。是讲，即马银行的口座唔但会当寄钱，佫会当纳钱呢。像我去超市买菜，拢用手机付钱，透过手机绑银行的口座，感应一下就完成交易啊。人讲这叫做电子支付，真方便呢。公司嘛会当甲银行申请支票户的口座，用来开支票。等待支票到期，客户就会使摕来银行换现金。较早阮开公司，定定爱赶3点半，就爱赶伫银行下晡3点半关门进前装着钱，才有法度通互人钱。若无人摕支票来银行，煞换无现金，就会跳票，毋那影响信用，会互掠去关呢。有口座虽梦真利便，不过一好甲一歹，无两好相排。代志总是有好嘛有歹。最近听到袂少人互金光党骗口座内底的钱，所以大家咧使用的时，就爱细字留口座、寄钱、利息、电子支付。支票、装钱，一好甲一歹，无两好相排。讲一个伤久，煞过好去啊啦！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安尼，搁抽一解呢。